到消费馆来看，全台湾拢无货欠货啊！关会站呢，这个纷纷提供赠送品。伫屏东这边，拜六有一场关会活动，海报写讲关会500cc会使摕到半只以上hàng鸭，也是大罐的麻油。这个消息真紧就伫网络顶面大家流传，大家引起真强的讨论。大家咧点各种赠送品，有人讲伊要去关会送牛肉片。 香港公的香鸭，互人看甲嘴烂插插的，民众若是来关会，地当食到这油金的鸭肉。关会站海报顶写，拜六伫咧屏东关会站关250cc，倒几罐卫生纸、细罐麻油、礼罐含爱心雨伞，关500cc 倒香鸭，或者是大罐的麻油。消息真紧传出去，有人讲南部关会礼物有够特别的，个人分享分礼物送规只行家，毛北部的人关会摕到牛肉片，这种的礼物，互民众拢感觉真特别。熏鸭200一份。 或大麻油1瓶。这位屏东关会中心和民间社团合作，有影上大家注意，毛大家拢讨论个嚟不喷。会啦，会有点心动啦，会有点心动，想要去捐。会啦，对啊，这个还是蛮有诱因的啊。全台湾的户口变少，进前台中关会站送过牛排餐馆，婚礼有送过几只现行的行家，用美食当作礼物来鼓励大家，希望民众会当过来关会做善事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